就算係未落成、未啟用嘅地盤咧，火嘅管理咧一定係最嚴格嘅。如果你喺工地嗰度食煙，然之後導致火警，無論有冇人命嘅傷亡，肯定係涉及刑事。所以其實一個咁罕見嘅意外咧，通常會係一連串錯誤形成。有冇一啲貪贓枉法，甚至乎係草菅人命嘅事咧？動半棟嚇，佢個警鐘唔響，可能係意外。如果成個屋苑有成10棟8棟嚇，咁大量嘅居民嚇咁樣係被困喺自己家中，佢逃生嘅時間咁有限，咁所以喺警鐘嘅呢個問題上邊，咁呢個同維修唔維修就冇關係啦。工程嘅人有冇問題？政府嗰個管理有冇問題？法律而家有冇漏洞？唔單止係一個治安嘅危機，其實一定程度上咧，佢可以成為一個社會動盪嘅理由。民意由鼓動起咗出嚟嚇，會唔會係由悲變成憤，由憤變成有攻擊性咧？歡迎收睇時事新對論，我係郭一鳴。大埔宏福苑5級大火嘅慘劇令人心酸，點樣去防止類似嘅悲劇再發生呢？有報道指火警鐘當時冇響，加上警方發現工程上咧使用易燃嘅發泡膠，可能係令到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對呢件事，海晶你點睇？第一咧，究竟呢個火警嘅原因啦嚇，即係現時我覺得嗰個討論其實就係好失焦嘅嚇。咁尤其集中喺啲物料度，究竟係呢個竹棚得唔得嚇？究竟嗰個防護網得唔得？甚至冇一啲封窗嘅一啲嚇，即係物料，譬如頭先郭生提到嘅發泡膠啊等等。我覺得呢啲非常之技術層面嘅嚇，咁事實上嚇，我哋即係拉闊少少的咁多都睇，就係成件事嘅起因係啲咩嘢呢？我哋可以拋出各式各樣嘅問題，同埋喺個公民社會咧，可以喺有的放矢有證據嘅情況，特別係專業素養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公開討論嘅。咁但係眼前咧，就係我反而覺得關注嘅就係有幾樣嘢啦。第一個咧就係近日咧，其實係特別風高物燥嘅。我哋知道香港即係秋冬係所謂乾燥咧，一般嚟講個相對濕度都係60%-70%咁。咁早幾日咧，竟然係低過30-40，甚至冇20幾咁樣嘅。咁所以無論係關唔關嚇嗰啲嚇防護網事嚇，或者係等等等等嘅咧，現時嚇進行緊嚇維修嘅嚇，有同樣封咗成個外牆嘅呢啲嘅屋苑，特別係比較密集嘅高層咧，第一係咪可以停工先？第二就係呢啲所有嘅防護網，我唔理你嚇，佢係阻燃唔阻燃，阻燃嘅係數有幾高。既然你已經停咗工咯，即係冇一個高空墮物嚇一個咁樣嘅風險喺度嘅時候咧，係咪可以適當地嚇將佢去拆除？嗱，呢個唔係話每一個嚇呢一啲嘅所謂防護網咧一定有咁嘅風險，但係起碼令到居民嗰個心理上咧冇咁樣嘅一個壓力嚇。咁然之後咧，先至係逐層，包括呢個物料啦，包括係呢個地盤嘅管理啦，甚至無下我哋喺成個投標啊、分標嘅過程入邊，有冇一啲貪贓枉法，甚至無係草菅人命嘅事呢？我覺得下一個階段咧去調查咧先至係我哋嘅焦點。呢一刻咧，針對翻我哋眼前風高物燥嘅呢個情況咧可以即時解除嘅某一啲嘅風險咧，先做咗先嚇。呢一點咧，坦白講比較遺憾嘅係，暫時見唔到港府或者有關嘅方面咧有適當嘅一個動作嘅。嗱，阿 Kelvin， 我想問，而家今次咧就話發現咗好多嘅問題，即係大家都討論咧。你頭先講阿海晶講到，其中本來就討論呢個所謂呢個網啊，究竟有冇呢個防火阻燃啊呢啲咁嘅要求。另一方面咧就話發泡膠啦，即係着完之後咧就飛嚟飛去咁啊，好似我哋睇電視嗰度睇到咧，飛嚟飛去嗰啲可能都係嗰啲發泡膠嘅。咁另一方面咧就話警鐘當時好多嘅呢啲嘅居民咧都話佢當時發生大火或者係佢知道有問題嘅時候咧，佢完全冇聽到有警鐘嘅。究竟呢啲問題咧係唔係導致到今次呢場慘劇嘅一個重要嘅原因咧？我諗呢個咁獨特，即係香港過去嗰幾廿年，我哋即係由細到大，好甚至乎係即係嗰100年，你睇翻個歷史，有冇試過呢啲咁大型嘅一個火災？咁短時間係即係咁樣燒發，其實係我印象中係冇嘅，咁所以好罕見嘅。所以其實一個咁罕見嘅意外咧，通常會係一連串嘅錯誤形成，就好唔係大晒可能係單一個錯誤就會係，如果係嘅話，會之前都會可能會發生過。咁所以係一連串不幸嘅一啲意外，加上啲人為，加埋先至會一個即係咁大規模嘅一個災難嘅慘劇嘅咯，我覺得係。咁所以喺呢一個階段，其實即係我會覺得政府其實好有需要出嚟個承擔，就係你即係話到俾市民聽，你見到啲尤其是而家有互聯網，大家都估，大家都即係我有呢個意識形態，所以就覺得呢啲問題
你原同我意識形態唔同嘅，你就即係提出其他問題，可能大家都啱，可能大家都有啲唔足嘅地方，所以其實即係你要，但係個社會咁關心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應該政府要俾到信心市民。大家咁關心呢件事嘅時候，你話成立一個可能即係獨立調查嘅即係委員會啊，去即係大家即係最後要個口徑統一，就係話係即係大家都信呢個報告啦。但係而家見到就唔係咯，即係街有街嘅人個講，你又話啲棚唔好，又話啲網唔好，而家最新又話原來連啲發泡膠，咁大家會問邊有咁多發泡膠啊？即係佢睇唔到嘛啲人，咁即係只會係。你一言講語嘅啫，你話係咪個警鐘剪咗線？咁呢啲又係大家係睇唔到，得個估。咁所以其實係你政府，我覺得係不但止冇好快速咁樣話俾人聽，我大家唔需要咁即係估咁多時，佢哋會即係承諾做一個即係獨立嘅調查。以前有一啲災難，政府都咁做嘅，咁就大家唔需要即係太過嘈得咁緊要。咁當然啦，另外一方面我同意啊，許楨講嘅就係話，即係你即係一方面要做呢樣嘢，另外一方面而家嘅地盤點樣樣咧？因為佢而家俾即係個資料就係話，喂又有啲人真係攞啲網出嚟燒，又燒得好快喎。咁但係嗰個網燒得快，係咪代表呢個地盤用嗰隻網咧？係唔知噶嘛。咁所以可能即係啱啱政府有人官員出嚟講嘅話，其實可能佢唔係用嗰隻網喎。咁所以係我覺得係政府有需要係即係少少。即係定下軍心，就係等大家唔需要太多揣測，俾到我信心有一個係獨立嘅方法去調查嘅，就唔係話咁早就好似政府都好似有少少定咗調，即係話我哋要取締棚架啦，即係佢已經覺得佢已經知道了解咗係咪佢咁樣樣。咁所以係唔需要咁急做呢啲嘢，反而俾大家有信心，佢係會即係好認真去調查。我相信政府一定會做呢個獨立調查，一定有個交代。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幾樣嘢大家好關心埋。呢個屋苑嘅維修咧，呢個包住嗰啲8棟大樓呢個工程咧，已經由舊年7月開始。到而家年幾啦，已經係啦。即係喺過程中咧，我哋睇到而家陸續透露出嚟嘅一啲信息咧，有一啲報道咧就話喺呢個過程中咧，政府都有關部門都有去到嗰度，收到好多投訴，就話嗰度咧有人食煙。第二咧就係話嗰度有啲好危險嘅一啲，即係可能引致火燭嘅一啲危險性嘅一啲即係情況。咁啊向勞工處投訴，向屋宇署投訴，都係有關政府有關部門又去到嗰度又去查過之後咧。就有啲聽到嘅報道就話有啲咧就發咗有啲政府部門咧發咗警告信，或者叫佢哋話點樣樣。咁但係個政府個法例咧好明顯嘅，因為根據呢啲相關法例咧，政府唔係佢嗰個唔係一個法律嚟㗎嘛，佢係一個守則一個指引係嘛？即係譬如話搭棚架有指引嘅，一個譬如你哋建築嗰啲維修啊裝修嗰度咧，佢係有啲所謂嘅守則嘅，即係唔係法律。所以咧，佢只係勸喻佢哋要留意，但係咧多次勸喻都冇效。咁甚至乎咧，舊年我睇到一個消息，就係舊年10月份咧，喺呢個屋邨咧就舉辦咗消防嘅講座，話喂，如果有啲咩嘅，你舊年7月份已經包成嘅8棟大樓都已經包住㗎啦。佢舉行呢一個消防講座之後咧，就話點樣走火警啊，點樣有啲咩問題啊咁啊。咁而家咧火警嚟啦，結果冇火警冇響鐘。咁究竟係咩回事咧？所以呢個如果你話要話政府要有一個獨立調查，即係要同公眾交代咧，我諗呢幾個問題都要交代。咁究竟政府個角色而家係拉咗3個工程嘅呢個維修工程嘅阿頭，咁究竟政府喺嗰度咧又有乜嘢嘅問題需要檢討咧？我諗。呢個你覺得係咪一個好重要，大家都想知道嘅一個情況？我諗好似我開場白咁講，其實話分兩頭嘅。第一，我唔認為現時個危機係解除咗嘅。個原因就係咧，呢幾日風高物燥啦。雖然我哋知道可行咧喺本週稍後嘅時候或者下週初咧有可能有局部嘅微雨，咁但係整體嚟講咧，嗰個濕度咧佢唔係一般的低，係極端嘅低，反常嘅低嚇。呢個同即係由西北嗰邊嚟嘅季候風係有關。所以喺呢個咁嘅氣候底下咧，咁最低限度有幾樣嘢啦。第一個好似頭先我所講，該停工嘅停工先。第二咧就係該拆圍網嘅拆圍網先。
依家無論係保安局定係邊度好初步咁講，就係據信今次嘅圍網都係有阻延嘅係數，但我哋要知道所有嘅係數係相對嘅。第二就係呢個物料係咪一個初步嘅測試，但係實質上係一個極端高溫嘅情況，譬如火係有分300度、800度、1000度，喺極端高溫嘅情況之下，係嘛？佢嘅情況究竟係點？咁所以我哋唔應該掉以輕心，就係話考慮到風高物燥，咁該拆嘅能夠拆嘅呢啲圍網你先拆咗先。第二就係警鐘嗰個問題。我相信如果你話一棟半棟佢個警鐘唔響，可能係意外。如果成個屋苑有成10棟8棟咁大量嘅居民咁樣係被困喺自己家中，同埋我哋見到唔係淨係原先起事嘅嗰一棟，或者係垃圾站嘅附近，而係話前中後其實都會被波及咁點解個居民所謂嘅預警或者係佢逃生嘅時間咁有限？咁所以喺警鐘嘅呢個問題上邊，咁呢個同維修唔維修就冇關係啦。係咪全港喺個極短嘅時間之內，1日2日3日，係咪每一棟嘅大樓？因為香港我諗90%以上嘅人都住喺高層住宅㗎啦，都係密集式嘅住宅㗎啦。點解唔可以做一個全面嘅測試呢？喺呢一方面，無論係消防、保安，甚至冇更高層級嘅官員有冇呢一個時候？所以我覺得先唔講我哋今次佢個成因係啲咩，我哋眼前係有限嘅證據，但係我哋已經可以想像到佢有可能帶嚟嘅風險係啲乜嘢嘢，係咪最短時間唔好有第2、第3個屋苑發生咁樣嘅事情？咁我諗呢一點咧係眼前港府必須要做嘅事。至於之後肯定牽涉到咧，我諗唔係淨係呢一個屋苑嘅所謂管理啦當然包括消防管理啦呢一個項目管理等等嘅問題，成個房屋呢個即係所謂大維修嘅呢個大行動佢背後過去呢10幾年嚟佢帶嚟嘅好多嘅隱患係嘛，甚至無有好多即係非法嘅一啲行為，有冇啲咩結構性嘅問題咧？我覺得即係全港樓宇大維修嘅呢個行動咧，係需要暫停1年半載，然之後做一個全面嘅檢視。嗱呢件事咧，我諗係好複雜嘅啦。大家都講維修工程嘅人有冇問題？政府嗰個管理有冇問題？法律而家有冇漏洞？你呢啲可能都係即係大家都關注嘅幾個層面啦。但係而家大家你覺得咧，大家個討論可能係社會上一定係討論聚焦應該聚焦喺邊度咧？你覺得係？聚焦喺邊度？我覺得係其實可以大家冷靜少少，太多討論啦。你問我嘅話，即係太多係即係個人揣測又即係可能身邊有個朋友佢係專家但係佢嗰個專家又未必喺好在地，即係知道嗰個地盤發生咩事。即係可能佢另外一個地盤係佢講嘅嘢係啱嘅，咁但係個個地盤都有佢個即係佢自己嘅問題，或者係佢自己嘅處理嗰個方式係街外啲人未必知。咁所以大家其實可以冷靜翻少少，然後即係唔需要太多你一言我一語去講，即呢樣嘢唔係話即係市民當然有表達意見啦。咁但係都係嗰句，政府快啲做翻佢應該做到嘅角色，就係做多少少可以即係等大家話到俾大家聽，係佢會即係好認真處理呢件事去調查，就唔係好短時間就話係啲朋友事啦，所以就以後要用轉鋼架啦。譬如呢啲咁就唔使太快手咯，係啊。好明顯啦，今次嘅慘劇咧就引起全社會嘅廣泛嘅呢個討論啦。咁政府最重要就係攞出呢個有說服力嘅、有公信力嘅一個調查結果，向呢個公眾、向社會，特別係向受影響嘅呢啲咁嘅居民咧，去做咗一個交代。如果係政府嘅責任，或者係發展即係維修商嘅責任呢啲咧都應該係即係坦白同大家做一個即係坦白嘅一個交代咧，即係令到社會即係市民咧能夠安心嘅。好，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繼續同你深對論。我哋咧繼續傾呢個大埔嘅5級大火嘅慘劇。Kelvin， 我想同你傾傾咧，你覺得今次而家咧就喺成個案件入邊，大家一個聚焦討論好多嘢咧，其中一個話題就話，可能背後咧呢個成個維修工程咧涉及到圍標呢啲咁嘅違法行為啦。咁有人咧就係偷工減料，要減少呢個成本，而家先至導致到呢場呢個慘劇㗎。你點睇呢個問題咧？我自己做過啲研究嘅，仲發表過啲學術文章。咁即係自從佢即係政府立咗例，係即係某一個年期30年以上嗰啲，佢可能會即係覺得有風險嘅，就要你即係短期之內要做咗個大維修之後咧，咁有啲證據係顯示係多咗圍標，而個
入標之後佢找條數咧，即係維修嗰個價錢係貴咗40%嘅，我哋揾到。咁所以係有呢個現象嘅。咁而且競委會亦都係有個案例係即係捉到個別，即係佢有執法嘅。咁但係呢個係幾年前嘅一個案例啦。咁但係而家究竟係每一單係點樣睇咧？嗱，呢個奇怪嘅地方，呢單就係話佢一方面就話圍標啦，咁所以就話佢揀咗你又係話睇報道而家話呢個係3億幾嘅一個項目，但係佢話佢揀咗一個唔係最平嘅，佢又唔係同你價低者得喎，即係佢唔係話呢個最平我做呢個，佢做咗個貴啲嘅，咁你要說服每一個業主即係要法團投票，要係投呢一個方案，呢間公司去做嘅時候，呢個唔係平嗰個方案嚟嘅。咁佢喺個貴嘅方案，但係貴方案佢又偷工減料嘅時候咧，即係兩件事咪好似唔係好加唔起。我唔係同你鬥平，於是乎我入標嘅時候就用啲最平嘅料去做啦。佢個方案係貴嘅，3億幾，有一個係話一半價錢到嘅，但係揀唔到呢個。咁所以係。個圍標嗰個情況咧，即係以前我做嗰個研究嘅時候咧，即係都問過一啲即係行內嘅人啦，喂，究竟個圍標有點樣做啊？好誇張嘅，即係包括佢即係嗰啲集團咧，背後係知道呢度就嚟要大裝修，佢就直頭喺買一個單位安個業主喺度，咁咪然後就影響即係裏邊啲人話我識得一個方面嘅知識啊，咁樣就去即係影響個業主立法團嘅形成，到然後即係點樣去揀嗰個標書啊，去咁樣咯。咁所以係幾大規模嘅一個項目。嗱，呢個咧就涉及到因為香港太多舊樓啦，即係而家呢個屋苑咧有40幾年啦。其實有啲屋苑即係大型嘅屋苑咧，可能係超過50年嘅都有嘅，好多啊，即係需要維修嘅。所以咧，可能係呢個真係一個大生意嚟，好多人就有呢啲咁嘅不法分子啦，直情咧當係生意嚟做啊咁樣做。咁但係除咗呢啲嘢之外咧，係今次政府即係暴露咗一啲問題啦，譬如話呢個涉及到幾個政府嘅監管嘅部門嘅，咁亦都唔係話之前冇人投訴，有人投訴，你哋都有啲行動嘅。點解政府喺呢件事上唔可以及時去制止或者防止呢啲咁嘅慘劇發生呢？嗱，第一個即係咁驚天嘅大火災，真係驚天啦嚇！連天主教教宗都驚動係嘛？咁呢件對於我哋嚟講，肯定唔係一件好事，上國際新聞啦係嘛？一個咁驚天嘅大火災咧，最低限度我哋而家眼前見到有幾個環節係嘛？第一個就係我哋講緊，你首先你要有個起火嘅嚇，你唔好講嗰個火星發得有幾快都好，佢有一個起火嘅係嘛？咁我哋起碼從部分嘅片段啦，當然網上嘅片段佢唔足以作為一個證據，但係相信係喺某一啲嘅樓層下，係佢接近地面但唔係最地面嘅情況咧，就率先就係起火係嘛？咁呢個火源火種喺邊度？因為我哋知道管理任何嘅地盤，唔好話有人住緊嘅地盤，就算係未落成未啟用嘅地盤咧，火嘅管理咧一定係最嚴格嘅。個原因就係話咧，本身你喺個工場上邊嚇，你已經有焊接啊，譬如嚇，即係10幾年前嚇上海靜安嚇嗰一單都好大件事嘅，國務院亦都派出調查小組出去嘅，其實就係焊接啊嘛。咁所以佢個火源係點樣嚟嘅咧嚇？咁如果嚇我哋照現時為止好大量嘅報導，都話同嚇即係呢個工友或者其他人員食煙嚇呢一樣嘢相關，或者個煙透四圍飛相關嘅話咧，佢個火源係啲咩嘢嚇？咁呢一點肯定係牽涉到呢個要等調查報告啦，係嘛？究竟係煙頭咧，定係有冇人係甚至有冇人故意嘅？調查報告係一回事，但呢個肯定係牽涉到刑事嘅。如果你喺工地嗰度食煙，然之後導致火警，無論有冇人命嘅傷亡，肯定係涉及刑事。其次就係頭先講下呢一個即係走火警嗰個問題，因為一般嘅情況之下咧，你冇教呢一個火警鐘又好，或者你啲防煙門打開又好，或者係你防煙門又好，你走廊又好，你樓梯又好嚇，你有好多呢啲雜物，包括呢啲營建過程入邊嚇易燃嘅呢啲雜物咧，你嗰個管理公司或者呢個法團肯定係有一個刑事責任嘅，你肯定係會上身嘅。咁而相關嘅，你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始終係民智開啊嘛，呢啲嘢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其實係一個常識嚟嘅，點會呢啲嘢都去發生咧？當然
最後嚇，即係嗰個政府個部門嚟講，始終我覺得最重要嘅嗰個環節咧，就係話你成個全港嘅呢一個所謂樓宇維修嘅大行動啦，係嘛？我哋講緊呢個所謂反圍標啊，或者係呢個貪贓枉法啊、滲污呢啲草菅人命嘅事，哇講都講咗10幾年啦。咁點解無論係我哋學界嘅朋友參與，定係業界嘅朋友參與，呢個情況都冇被制止？因為入邊嗰個道德風險或者嗰個政治倫理嘅危險係乜咧？你而家強制驗窗、強制驗樓咧，唔係香港即係100幾年嚟從來都有嘅法律嚟嘅，係近年先至有嘅規定。當你一強制嘅時候咧，你政府就有一個咁嘅道德標準，就係話，起碼你唔好話啲市民受唔受騙啦，你起碼要喺呢個咁樣強制嘅行動入邊民眾夾咗錢就算啦，佢唔會夾埋自己條命噶嘛。咁所以喺呢個環節上邊，就坦白講，我覺得佢唔單止係一個治安嘅危機，其實一定程度上咧，佢可以成為一個社會動盪嘅理由。我相信港府又好，或者係涉港部門啦，應該係要非常非常異常謹慎地處理呢件事情。我都同意兩位嗰個講法咧，即係事實上涉及到多個複雜嘅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呢件事上咧，係大家都聚焦一啲政府嘅角色啊，喺呢個應對嘅嗰度啦。咁你而家咧睇咧，就政府話有個聲音我哋頭先提到咧就有個聲音，係咪究竟呢個竹棚呢個要取締咧？咁網上又都好聚焦呢個討論嘅，但係兩派。有一批咧就話唔關呢個竹棚嘅事，咁竹棚你見到咧今次嗰個火燭入邊咧，竹棚都有啲都冇燒到㗎，都唔關佢事。咁有啲咧就話而家今年以來咧已經發生咗多宗嘅竹棚嘅火燭嘅事件，而家咧仲用呢個竹棚咧，事實上國際上咧都好多地方包括內地好多地方嘅人哋都係唔用呢啲咁嘅，你香港就係堅持。咁有一啲人就話呢個係呢個世遺香港。呢一個竹棚，呢一個世遺，呢個係一個獨特嘅文化嚟啦，咩要保留咁樣。甚至我同啲朋友討論嘅時候咧，佢話點解要取締咧？你咪去強制要求佢一個竹棚咧，幾大嘅範圍咧就有設立一個叫做噴水嘅呢個裝置。你如果真係有火，呢個竹棚引致有火，佢唔係其他即係引致有火咧，咁你話噴出嚟咧就可以即係滅火咁樣。即係呢個討論當然係大家都可以嘅，但係我諗政府又都唔好快咧就攞出一個即係有個好即係有傾向性喺度。呢個兩邊都要考慮。最重要就係你要去今次嘅火燭之後咧，一定要查走呢個第一就原因喺邊，源頭喺邊。另一方面咧就係呢件事上咧係究竟有冇政府呢個法例上仲有冇咩漏洞需要去譬如話要強制性嘅規定啊！你頭先講話，喂，你而家叫啲所有全港而家啲維修緊嘅嗰啲棚架或者啲網拆晒咧，我諗暫時未得㗎，佢起碼佢呢1分鐘佢做唔到嘅。但係一件事呢個咁大嘅代價、咁沉痛嘅呢個慘劇發生咗之後咧，你政府一定要去做個徹底嘅一個檢討咯。呢件事咧，如果你唔做呢樣嘢咧，我諗如果係講句難聽啲咧，如果第二次再發生呢啲咁嘅火燭或者係呢啲竹棚起火呢啲咁嘅嘢，你點樣交代咧？係咪？所以呢件事咧，我諗政府到而家為止，俾人哋感覺上，起碼我覺得唔同嘅部門嘅講法咧，都係有少少唔同調嘅。你覺得咧？係啊，其實有少少係。即係顧住，即係我自己冇錯㗎，即係大家都好想俾人個感覺，我跟翻規則去做，就嗰個唔係我責任咁樣咯。政府咧嗰個出發點咧，即係大家都唔同，企喺嗰個唔同啦。不過我覺得今次要讚一讚咧，就係我哋香港社會對於成個慘劇發生咗之後咧，嗰個社會反應咧非常之快，比政府仲快，就立即咧就好多人咧就捐款捐物即係火災無情，人間有情，社會有情。呢樣嘢咧，你覺得係咪反映到香港社會一個好嘅一面咧？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啦嚇，因為一個強大嘅公民社會，我哋今次見到香港就動員出嚟嚇，咁有好多畫面嚇，無論係商界、民間定點樣樣嚇，嗰個動員能力同埋嗰個組織能力咧，或者個貼地嘅能力咧，呢度唔需要我哋多講啦，畫面就能夠説明。咁但係調翻轉咧，政府都要即係考慮到點解我再三強調你要謹慎再謹慎咧，就係話一件咁悲傷嘅事件啦，我自己情緒都會受到觸動啦。
人類好自然咧就會將悲傷轉化成為憤怒，然之後個憤怒咧就會具攻擊性嘅。所以頭先阿 Kelvin 提到嗰個竹棚嗰個問題咧，我認為係要非常當心去處理，因為現時咧無論係發展局定係房屋局啦，兩位女局長咧，其實佢哋都係則師嘅，都係專業人士出身嘅。所以喺竹棚呢個問題嗱，我自己就係開放嘅嚇，即係我覺得你咪一個專業嘅討論啦。但問題係你依家呢一刻已經有個傾向性咧，容易俾人哋誤以為咧或者認為咧。其實你係顧左右而言他，甚至無你係轉移視線嘅，所以為咗避免呢一點呢，我認為該迅速做嘅要迅速做，但係有啲嘢要下回分解嘅呢，就下回分解，唔好有妄動。如果你有妄動嘅話呢，民意由鼓動起咗出嚟嚇，會唔會係由悲變成憤，由憤變成有攻擊性呢？兩位局長呢要非常之當心嚇。黃福園大火呢係令人心痛嘅。我哋希望咧，特區政府去盡快去完成一個調查報告，攞出一個交代，向社會特別係向呢個受影響嘅呢個黃福園嘅啲居民同埋佢一啲傷者或者係遇難者嘅家屬咧，作一個交代。我哋下一個禮拜再繼續同大家三對論。